Hello，廣東歌站嘅觀眾，你哋好，我係 Alan 陳少良。呢首歌嘅歌名係同阿 Peter 一齊諗嘅，因為作詞係阿 Peter 雷偉樂啦咁樣。其實作呢首歌嘅時候咧，我哋個名一直都懸空咗嘅，即係我哋係有幾個 option 嘅，但係一直大家都未揀到大家中意嘅。我中意嘅佢又覺得爭少少，佢中意嘅佢又覺得爭少少，即係一直大家都未。一來有共識啦，二來大家都覺得手頭上嗰啲歌名未係最好，咁啊直至到我去拍 MV 嘅時候啦，咁我同阿 Peter 講，我 update 下拍緊 MV 啦，話去咗邊度拍下旅行啊啲咁樣，跟住我就問佢啲咩旅遊歌啊 send 嚟聽下啊啲，咁大家傾下咧，突然間就 brainstorm 到其實香港有幾首歌都係講啲旅行喎咁樣，咁但係當然落花流水啦，本身呢首歌其實唔係講緊旅行，係講緊大家相遇又離去嘅一啲可惜啦，同埋一啲緣分啊離別嘅故事，其實都幾似我首歌嘅一啲概念嘅。咁當然佢落花流水係一個好高深嘅一個意境啦，咁而我係一個直白啲嘅故事啦，但係我覺得大家背後嗰個中心思想都有接近嘅地方，然後就呢首歌又係我好中意嘅一首歌嚟嘅，跟住又個 concept 又有啲相似嘅地方，咁都想攞佢嚟做致敬嘅歌曲。有因為呢首歌本身同阿 June 傾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參考咗一啲日式嘅歌曲嘅。因為咧點解會係日式咧？其實我一直喺度想諗緊點解香港好似少啲用，因為人哋外國好興㗎嘛，人哋 IG 啊或者可能去旅行啊去 cafe 嘅時候咧，咪好興用一啲日式啊韓式嗰啲小清新風格嘅歌去做旅行歌啊，或者你飲咖啡嘅時候打卡有啲旅行歌咁樣嘅。咁我就諗緊點解香港好似冇乜呢啲歌曲嘅咁我自己都好想，既然係一個旅行嘅主題，既然係一個關於離別嘅主題，咁不如試下用呢個角度出發啦咁樣。咁就揀咗呢一類型嘅日韓嘅曲風去俾阿 June 咁樣。咁然後阿 June 聽完之後就覺得好啊，即管作下啦咁講。咁然後同埋同咗我一齊試音嘅，因為佢都要知道我個 range 係幾大㗎嘛，可以去到咁樣。咁啊試完之後，佢發覺我最低個音同最高個音個 range 都可以，原來都有啲距離㗎喎。佢話咁當然首歌唔一定要牽涉晒成首歌嘅音域啦，但係原來最高同最低個音原來都爭咗咁多度。佢話不如就因住我呢個 range 去試下作啲難少少嘅曲啦咁樣，而咁啱又可以聽落去輕快啲啊 chill 少少啊咁就會去旅行都會有啲跳下彈下嘅感覺咁樣咯。跟住去練呢首歌嘅時候咧，其實係練咗好耐嘅。咁我同阿 June 都傾咗好耐點樣去唱嗰啲高音位啦，因為唔想聽落去咁辛苦啊、咁刺耳啊，或者咁硬邦邦嘅感覺，即係想聽落去柔和啲嘅，聽落去會係舒服嘅，唔會話一聽好辛苦嘅，就係因為好多高音啊嘛。咁都諗咗好多方法，同埋用咗好多時間去消化咯，就一直同佢喺度傾個唱法啦，應該用嗰個位喺邊度啊？呢個故事係我拍之前我已經諗好咗啦，我一早係想有一個類似咁樣嘅故事，呈現喺我嘅 MV 度。咁我就講晒我個故事大綱啦，俾導演去再完整成件事嘅。因為雖然首歌係講緊旅行啦，但係其實入邊嘅歌詞都係講緊活在當下啦，即係大家一齊嘅時候應該係珍惜大家擁有嘅時間，唔好咁輕易就話放棄啊，同埋大家擁有呢一刻嘅時候應該係好好享受咯，唔好咁多疑惑咯，因為因為呢一個人你係唔知幾時會係離你而去嘅，可能分手，可能係朋友唔再見，亦都可能係好 sad，可能離去咗，你係唔知幾時，可能下一秒，可能係下年唔知幾時，所以其實呢首歌想帶出嚟嘅中心思想都係喺啲人生嘅離別課題咯。咁我就完整地將成個故事放咗落呢個 MV 度呈現出嚟，咁就大家更加容易消化呢個成個故事概念。咁我俾咗呢個故事團隊嘅時候咧，咁我都喺度諗緊點樣拍出嚟係符合到首歌咧咁樣。咁其實我哋都參考咗一啲日式嘅拍攝手法嘅，因為本身首歌嗰個靈感都係嚟自日式嘅一啲歌曲，咁所以拍攝都希望用翻一啲日式唯美少少嘅小清新嗰度嗰啲畫面啊，同埋特登係去咗沖繩度拍攝嘅咁樣，咁都唔係去啲好大嘅旅遊景點嘅，其實都係去翻啲好小店啊，好當地人先會行嘅街啊，想呈現翻嗰種真實感俾大家咁樣。咁其實
故事本身係長啲，會有多少少買嘢啊。除咗買花之外咧，除咗你大家見到 MV 嘅買花係買衫啦，買嘅衫係買黑色衫啦，唔係買一啲彩色衫啦。咁點解係買黑色衫唔係買彩色衫咧？點解係買白色花唔係買啲其他彩色嘅花咧？其實本身係有好多嘅情節喺入邊鋪排嘅。咁但係因為個故事太長，我諗得太多喺入邊啦。咁啊最嬲尾就揀咗啲重點同埋最可行嘅嘢放咗落去咁樣。係，其實係。好細個已經中意唱歌嘅，咁但係咧，因為以前咧冇咁興獨立歌手啦，同埋發行音樂真係冇咁容易啊嘛，咁所以我就好咯，唔緊要啦，咩都試啦，有啲咩方法可以令我成為歌手嘅，我都即管去參與下啦。咁就反而係去咗做戲嗰邊多少少嘅，因為自己成日去 casting 啊，會 send 自己啲 profile 俾人啊，去試戲啊咁樣。咁反而嗰度多咗好多啲微電影啊嗰啲嘢翻嚟俾我去試，俾我去做喎咁樣。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機會俾我去接近唱歌呢樣嘢嘅，因為出歌手都要拍 MV 都要望鏡頭㗎嘛，都要咁樣。同埋我覺得做戲幫咗好多，係因為做戲咧其實都係講緊自然啦，同埋係講故事，即係對於喺我唱歌上面係有好大嘅幫助嘅，對我消化一首歌同埋表達嗰首歌嘅情緒嘅時候，暫時都係我 expect 嘅一啲。畫面啊，歌曲上面嗰啲嘅處理都係嘅，反而有少少唔習慣咧，就係因為拍戲可能係處理自己嘅劇本得㗎嘛，咁可能係處理自己對白諗晒，做好晒。咁而喺做音樂上面咧就唔係自己單獨就咁唱就算，同埋我自己都比較中意係涉獵多唔少少唔同少少嘅範疇嘅，即係例如今次好似首歌咁，我同 Peter 一齊諗啲詞啦，喺 MV 上面又會一齊去諗個故事啦咁樣。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原來真係要好多時間先可以處理到咁多嘢，即係好忙嘅其實係，因為大家來來回回傾嘅嘢係花好多時間，因為又要就我時間，又要就團隊嘅時間。咁呢樣嘢係我初幾唔習慣嘅，但係我又覺得幾享受喎，因為其實第一首歌《男士有館》同埋呢首歌係同步一齊做嗰兩首歌，咁第一首歌用咗1年幾啦，呢首歌就1年半有多啦咁樣，咁反而我都覺得幾得意啊！原來花咁多時間完成咗自己兩首歌嘅自己仔出嚟咁樣啦，同埋呢兩首歌我會形容佢哋係一個點講咧，係一個 set 嚟嘅。即係朝頭早你可以好開心聽呢個這趟旅行若算開心，到夜晚咧想要翻啲 me time 啦，咁你就聽翻男士休館，一個朝頭早歌，一個夜晚歌，即係幾得意嘅一個系列咯，我覺得係。2026年咧，其實首先我應該會出密少少啲歌先嘅，希望係啦。咁因為其實本身個系列係男士心聲系列啦，咁樣咁 suppose 有3部曲嘅，咁我而家都諗緊第3部曲係點樣處理，有機會可能用一啲外傳，或者可能係第3部曲嘅形式處理咁樣。咁而第3首歌會係一啲慢少少嘅抒情歌啦，咁樣咁希望可以今年完成到呢一個 project 咯，係短期內有呢啲咁嘅目標嘅。咁而我嚟緊都會都想開始學習下試下寫一啲歌啦，即係除咗填詞之外，會唔會喺作曲上面都有更加多嘅嘗試咧？其實我有哼啲旋律出嚟嘅喺部電話度，但係好似好唔完整咁，同埋都諗緊點樣可以再更加好聽。呢個都係我個短期嘅目標咯。快啲嚟聽我嘅新歌《這趟旅行若算開心》。咁其實呢首歌係一個好輕快、好 chill、好啱去旅行嘅聽嘅時候一首歌啦，咁樣。咁個故事咧係開心得嚟，但係又有少少意義同埋有少少傷感，講一啲離別嘅故事嘅。咁如果你想知更加多關於呢首歌實際講咩咧，記得聽我嘅首歌之餘去睇埋我嘅 MV。